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4月10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第1142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248天。昨天这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放狠话要把战火烧回俄罗斯老家。乌军不仅承认在别尔格莱德、库尔斯克双线作战，海马斯火箭炮跨境打击俄军补给线，把缓冲区直接建立在俄罗斯境内。普京虽然一而再再而三要求俄军在3月底之前将乌军赶出库尔斯克，但是现在已经10天过去了，乌军在库尔斯克、在别尔格莱德是越打越欢快越活跃甚至布良斯克也遭到乌军的打击库尔斯克的油库3点2头被炸，别尔格莱德的 S-400防空系统活生生的变成了聋子的耳朵，变成摆设，对乌军的无人机毫无办法。这些装备全部被炸成废铁。这个凤凰卫视报道说俄罗斯别尔格莱德边境地区局势紧张。俄军政治总局副局长阿劳迪诺夫8日接受本台专访，就是那个凤凰网，他表示乌军继续调集预备队，希望占领别尔格莱德的波波夫卡和杰米多夫卡等村庄。乌军预设的目标就是要抵达克拉斯纳亚雅鲁加，这里位于别尔格莱德市的西北翼约47公里，也就是说已经进入这个别尔格莱德比较深的地方。俄罗斯国防部的说法呢，说4月8号俄军已完全控制位于库尔斯克地区接近乌克兰边境的古耶沃村，这是乌克兰去年8月越境攻势后的一直掌控的少数几个据点之一。此举意味着俄军已基本收复俄边境地区失地，显示俄乌边境攻防态势再度转变。根据这个法新社报道乌克兰在2024年8月展开震惊国际社会的越境攻击，一度控制俄罗斯境内数十个定居点和数百平方公里土，被视为自2战以来外国军队对俄领土最大规模的入侵。然而随着俄军反攻持续，乌军目前仅在俄罗斯边界保持一小块控制区，双方对这个对方的领土以及领土上的这个能源设施、军事目标的轰炸根本没有停止。根据乌克兰方面报道说据当地当局和救援部门消息，周二晚上俄罗斯占领军对哈尔科夫和第聂伯发动了大规模攻击，动用了致命无人机，导致2座城市发生多起火灾，造成多人受伤，并破坏了民用基础设施。相关情况于4月9日有媒体报道。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行政长官利萨克介绍在第聂伯市俄罗斯无人机袭击造成15人受伤，其中8人仍在医院接受治疗，大多数伤者情况中等，1人伤势较轻。在哈尔科夫袭击波及市内3个区以及郊区，国家应急服务中心表示有2人受伤。敌方无人机袭击了民用企业、仓库、生产建筑和汽车维修站，引起6处火灾。哈尔科夫市长杰列霍夫称无人机的袭击导致该市15栋私人住宅受损。你看这个俄军对乌克兰的轰炸那是变本加厉但是与此同时在俄罗斯的叫罗斯托夫州，乌军无人机发起了多次袭击，目标指向了该州的多个城市和地区。俄罗斯国防部随后发布官方声明称，防空部队在黑海、克里米亚海岸、沃罗涅日州、奔萨州和克里米亚上空共击毁10架敌军无人机。国防部强调我军将继续加强防空措施，确保国家安全和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这个是俄罗斯国防部俄航空运输署也发布了通知称，由于安全考虑，弗拉迪高加索和格罗兹尼机场已实施临时限制措施，禁止了飞机起降。航空运输署表示这一决定是为了保障乘客和机组人员安全，并将局势稳定后尽快恢复航班运营。这个确实应该关闭上一次把哈萨克斯坦的一架飞机给击伤，最后坠落就是俄军干的。现在黑不提白不提，这个阿塞拜疆也只能把牙打掉了往肚子里咽，拿俄罗斯有人办吗？所以这个仇是记下了这个还是俄罗斯国防部的消息说4月9号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了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地区的科雷诺夫斯卡亚压缩机站，这个就是那个土耳其西的那个主要的一个设备俄
俄国防部宣布了这一消息。4月8日23时38分至4月9日1时26分，8架乌克兰无人机试图袭击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克雷诺夫斯卡亚压缩机站，所有乌克兰无人机均被俄罗斯的防空系统和火力小组击落，该压缩机站没有受到损坏。消息强调克雷斯诺卡亚压缩机站为土耳其西出口天然气管道，提供天然气供应，每年可输送315亿立方米天然气。此前，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乌克兰武装部队一天内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了4次袭击。4月8日上午和下午，由乌克兰军队的炮击，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一条高压线路遭到破坏。这个是俄罗斯国防部的说法说乌军在轰炸土耳其西的这个关键设备，也就是压缩机站。那按照俄罗斯国防部说法，那这一次是没炸着这几架无人机都被摧毁。但是长此以往总有一天呢会把这个压缩机站彻底摧毁。那么俄罗斯卖往欧洲的这个管道彻底就被掐断了。这个同时乌军还在打击俄罗斯的纵深目标4月9日消息，俄罗斯奥伦堡州代理州长叫耶夫根尼·索恩采夫报告称乌克兰武装部队试图使用无人机对该地区进行袭击。他在电报频道上报道了此事，白俄罗斯理想社对此进行了报道。据俄罗斯奥伦堡州代理州长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发射的无人机试图袭击的目标是该地区的一座军用机场。索恩采夫强调乌克兰军队的袭击并没有造成该地区人员伤亡或财产，并要求大家不要恐慌。据公开消息，俄罗斯的奥伦堡州到乌克兰边境最近距离1700公里。4月9日，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罗斯发动了今年以来最大规模一次无人机袭击。这个俄罗斯国防部又宣称俄境内11个地区防空系统共击落158架乌克兰武装部队发射的无人机。说来说去什么意思呢？就是俄乌双方轰炸根本没有停。这个明显泽连斯基和普京都拿特朗普的话当耳边风。特朗普胡萝卜加大棒，大棒给了泽连斯基，胡萝卜给了普京。但是这两个同时失效，没人拿特朗普的话当真。所以你看这谈了1个月，双方的轰炸反而是越来越激烈。这个《华尔街日报》他报道这个朝鲜军队在乌克兰战争中表现和作用，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朝鲜军队在乌克兰战争中提升了作战技能，但可怕的素质是对生命的漠视。对生命的漠视，这个是俄式军队传统，对吧？大家回忆一下反正以俄为师的这些军队恐怕都是这种教育。就是俄罗斯现在在前线，那也是士兵的生命就是耗材。起初这些士兵没有被派往前线，而是负责挖战壕和提供后勤支持，但由于大量俄罗斯士兵，其中包括精锐部队成员，在一次次进攻中迅速被消耗，朝鲜士兵随后被投入战场。这些士兵迅速表现出远远超出他们战术素养的意识形态、狂热和身体耐力。你别看他个子小好像一个个的这个营养不良，但是这个爆发出来的能量可不小毕竟这个油锤灌顶，对吧？胸口碎大石，单手开砖，这个都是必练项目这个乌克兰无人机拍摄的视频显示，他们在冬季严寒中成群结队穿越荒凉的田野，没有炮火和装甲车辆的支援，成为乌克兰爆炸无人机和火炮的目标。即使身边战友被击倒，他们仍继续向前推进。看着朝鲜士兵在致命火力下仍毫不退缩的推进，让乌军意识到他们相较于乌军所拥有的一个关键优势，那就是对人命价值几乎完全漠视，甚至超越了俄军。怎么说呢？我们只能说对司令官的人来说对朝鲜士兵来说，有的时候死了比活着更好。也很多人不理解这个回想一下这个上个世纪50年代大国也是这样，朝鲜现在就是这个水平。如果这个朝鲜士兵在前线死了，那是很光荣的事叫光荣牺牲。关键的是自己死了不要紧，他的家属会得到非常丰厚的表彰。所谓的丰厚什么意思？就是可能有一个人自此命运发生改变，就是他的家属里面会挑一个人要么进城，对吧？要么进这个朝鲜的体制内上班，给他一份稳定的工作，固定工作，成为这个朝鲜的国家干部，或者进朝鲜的国企当一名工人。你想这个对朝鲜的那些人来说，那简直是突破他的圈层，向上这个跃升的一个不可多的这个渠道正所谓是叫死了他一个，幸福全家人。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朝鲜士兵他为什么视死如归呢？他活着比死了还难，他活着全家都挨饿，对吧？吃了山顿没下顿，面黄肌瘦，营养不良，他本人也是差不多。所以他打仗就玩命，就不要命。所以说这个华尔街日报说这对人命的漠视。他为什么漠视呢？因为这个有好处死了，对吧？就是死了我一个，幸福全家人。活着那他就立功了，你看，对吧？把这个乌军的阵地拿下了，他没死，那他不就
立功了吗？立功那回去那不更得嘉奖吗？所以说啊，这个他们就漠视生命啊。那这里咱们再说一说这个没苦硬吃的啊，契丹兵，这个大家应该能听懂啊。这个昨天啊，这个泽连斯基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放了一个视频嘛，俘虏了2个契丹兵嘛，关键人家把那个证件、护照，对吧？这个拿到手了，个人身份、个人信息完全暴露。大国虽然说啊，对吧？这个我们的态度是一贯的，我们的立场是坚定的，这个也是啊，因为这个契丹兵啊，在俄罗斯有很，在乌克兰也有，只不过在乌克兰的少，就是报道的少，所以大家感觉好像看到的更多的都是在俄罗斯那边的契丹兵。根据这个被俘的契丹兵和还活着的契丹兵啊接受采访，以及他们在自己账号上发视频的说法，也就是把很多契丹兵的这个说法综合起来，大家大概知道一个全貌，就是这些人怎么去的俄罗斯。如果你想以外国雇佣兵的身份加入俄军，那么以下是你将经历的。第一个，说不知道怎么加入的，需要给中介支付中介费，再加上机票钱，大概需要花2到3万啊。这个据说啊，印度那边也是这个价格，也就是这个俄罗斯人呢，他给的童叟无欺啊，这个国际统一市场价相当于2到3万人民币，尼泊尔也是这个价格。然后第二个，他说从训练基地到战场都没有人工翻译，只能靠手机翻译，训练周期约1到2个月，训练内容就是基本的打枪、冲锋之类，什么无人机操作、装甲重武器跟你没有关系。第三个，训练完毕后会迅速被送上战场，运气好的会分配到防守位置暂时苟活，但如果将来有危险的突击任务，那么你大概率和你的雇佣兵战友一起入选。第四个是伤亡率非常高，死亡没有抚恤金，受伤了运气好被人救到后方，也只有基本医疗，好的医疗要自费。第五个说俄军内部种族歧视现象严重，你和其他外国雇佣兵将承担挖厕所、挖战壕、搬炮弹等俄国人不愿意干的脏活累活。如果有车，那么优先俄罗斯人坐，没位置的你只能用2条腿步行，补给物资也会优先给俄罗斯人。这个在这个社交媒体上还有很多啊这样的契丹兵啊，他拍的那些视频都在讲述这些。那工资是多少呢？说工资折合人民币大概16000左右，但是这个16000不一定能发到你手，有被上级苛刻的危险，而且一旦受伤，你的工资将大部分用于支付医药费。如果你犯错或者不愿意执行危险的战斗任务，你会被关进地牢。在俄军里面，关地牢那是常有的事不稀奇。第八个是你很难活着并健康的退出，即使合同到期，你的上级也会千方百计不让你回去，除非你在伤势已经不适合再战斗。你看很多契丹兵在俄罗斯好像这个合同到期了，但是走不了，当然也有个别的走了，不知道他通过什么手段这里面每个人恐怕情况不一样，找的中介不一样，给的钱恐怕不一样。第九个是作为外国雇佣兵，在战壕里没吃没喝是很常见的事。第十个，如果你铁了心要当俄罗斯人，那么恭喜你，加入俄军确实可以圆你的黄俄梦。说大部分契丹雇佣兵要么是社会底层走投无路，要么身负巨债，要么精神和智商至少有一个出了问题，要么在国内有犯罪记录。如果你有基本的道德观，对吧？那么你很难加入这个俄军了。大家应该看过那个一个前央视记者采访一个加入俄军的一个契丹兵，如果你看过的话，那就对这一群人在俄军内部他们的这个遭遇应该有所了解。然后这个美帝也这个叫见风就是雨4月8号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塔米布鲁斯在简报会上表示2名契丹公民在乌克兰被俘虏的消息令人深感不安。契丹方面对此回应称，正向乌克兰核实有关的情况，并表示契丹始终要求公民避免参加任何一方的军事行动。这个倒是这个都是个人行为美西方泽连斯基不要拿这个来做文章所以这个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呢也没必要感到不安，这都是少数人根据这些契丹兵的说法，对吧？这个我想大家都看过很多了，在俄军中有日本人，还有美国人，有法国人，对吧？这个也是乌七八糟，什么人都有，对吧？如果你要拿这个来说事，你说怎么说吧，对吧？这是个人行为，对吧？他自己一时想不开，他要干这事，你有什么办法？我在想也可能就是泽连斯基和美西方拿这个事情对吧？让大国你再给我承诺一遍，对吧？那个贯口再给我来一遍。后来这个外交部这个答记者问不就来了一遍吗？我方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立场是清晰明确，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乌方应正确看待。我方为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问题所做努力以及发挥的建设性作用，这些少数的个人行为纯个人。这个回答没毛病。我们再看看这个外交以及国际援助。这个德国终于内部已经落听了。4月9号就是周三德国新任总理默茨宣布，其
领导的保守派联盟和中左翼社会民主党达成联合执政协议。莫斯在讲话中称，德国正在迎来一个有能力而且行动有力的政府，欧洲可以依靠德国。这个关键是这个莫斯说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是一个不可靠的盟友，他以誓言要在俄罗斯的威胁变大之际增加国防开支，并支持那些因成本高昂和需求疲软而苦苦挣扎的企业。莫斯还承诺将对移民问题采取更强硬政策，也就是这个莫斯马上要正式执政了，希望呢把这个金牛座赶紧给乌克兰送过去趁现在双方还没有达成停火这个协议，对吧？赶紧把克里米亚大桥给它炸掉。这个欧洲就是动作太慢，开会太多，行动总是对吧迟缓。到了德国现在这个扛大旗的时候了。这欧洲就是英法德这三个国家，稳住了，坚定的支持乌克兰，这就够了，这就不会受特朗普摆布。这个据共同社报道当地时间4月8号，在北约秘书长吕特访问日本期间，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向媒体透露日本政府已与北约达成一致，日本防卫省将参与由北约主导对乌克兰武装部队进行援助和培训的联合特别计划。中谷元告诉记者，在和北约合作的综合援助计划框架下，日本自卫队将向乌克兰派遣军事教官以及部分技术专家，在欧洲多个北约基地为乌克兰士兵提供多科目训练。这个我觉得这日本你要是派军事教官去教乌克兰人，你就直接到乌克兰去，到利沃夫，到基辅，到奥德萨，别跑到什么德国对吧？什么波兰，跑那儿教乌克兰人，没有必要，对吧？要么你就送武器送装备，对吧？要么就送人到乌克兰待着，对吧？一个也是赶，两个也是放。欧洲外交事务理事会将于4月14日讨论新版的卡拉斯计划，旨在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包括50亿欧元的弹药，已有半数欧洲国家支持该计划。这个欧盟就是没完没了的开会乌克兰国家安全、国防和情报议会委员会秘书、乌克兰安全局上校科斯坚科称乌克兰国防公司每年可生产多达1000万架无人机，这个速度很快我记得去年还是300万，今年就说可以生产1000万架无人机你就按这个100万俄罗斯军队，那人均一个俄兵就可以分到10架无人机，这什么概念？他宣布如果国家下达命令，我们有能力生产多达1000万架无人机。这位议员表示相信乌克兰制造商将迅速做出反应，在必要时生产更多无人机。与此同时，他强调乌克兰生产的大多数无人机都是由中国等外国零部件组装而成这个是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这个上校科斯坚科说的这么一说又把地保老人气坏了，对吧？地保老人恨得牙痒痒。据他称，完全由乌克兰材料制造的无人机可能只有少数几家公司生产，但仍可能由外国部件，也就是你就哪个公司生产的，你都要绕不过大国，要么从大国这个进口零部件，要么就从大国进口整机回去组装。你看这个科斯坚科指出，例如在乌克兰制造无人机发动机的过程中，磁铁或其他元件等部件均来自中国。这位政治家最后说这就强调了发展和改进我们国防工业综合体，使我们能够自己生产一切产品是多么重要。言下之意这个大国对乌克兰的支持那还是有的。什么时候大国一不高兴这个对磁铁出口进行限制，那你乌克兰人造无人机恐怕又遇到麻烦。我们再看看这个俄罗斯国内这个俄罗斯国内也非常有意思先说他们部队军舰，说这个大家还记得这个俄罗斯的第58集团军的前司令波波夫将军不已经被抓了吗？理由就是在前线倒卖那个废钢材，卖垃圾1万波波夫将军将从省前拘留中心被送往检察官办公室。律师布伊诺夫斯基表示，我们与国防部一起提交了一份动议，要求暂停案件审理，并根据将伊万诺夫维奇移送检察官办公室的积极决定改变预防措施。根据他的信息波波夫将担任突击小队的指挥官，他是原第58集团军军长，2024年因涉嫌贪污被捕。2025年3月，他给普京写了一封信，称总统是他的道德导师和榜样，并要求被派往 SOV 前线，也就是他到前线当敢死队队长，以此来换取免于惩罚。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呢？非要在前线倒卖废钢材，人家倒卖标枪导弹没事。实际上这都是借口，也就是俄罗斯军队在前线一边打仗一边内斗。这是俄罗斯军界那俄罗斯这个外交部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印象，就是美俄之间的会谈，俄罗斯这边似乎缺
少了一个重量级，那就是拉夫罗夫。作为外交部长，好像跟美俄会谈没关系，被边缘化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啊？你比如说美国、俄罗斯在那个沙特，对吧？第一次会谈，这一次美国派那个这个俄罗斯派特使叫德米特里夫啊，特里耶夫，这不就是华尔街的老熟人吗？都是他跑来跑去的。然后他跟媒体说，好像这个拉夫罗夫靠边站了。按道理来说啊，这个美俄恢复这个外交，那拉夫罗夫应该最忙。你看有媒体报道啊，说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将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单重赶出谈判室，令美方代表团震惊。拉夫罗夫不喜欢谈判人员中又出现了一个人，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俄罗斯外交部长勃然大怒，把德米特里耶夫的椅子从桌子旁推开，说如果他想参加，就让弗拉基米尔罗维奇，也就是普京啊，亲自告诉我。之后德米特里耶夫走到走廊上与记者交谈，而美国人对这种内斗感到震惊。总之在俄美会谈上，这个拉夫罗夫好像消失了。接下来俄罗斯和美国要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再进行会谈，看看这个拉夫罗夫啊还有没有露脸的机会。如果这次没有露脸机会，那就彻底的拉夫罗夫啊被这个普京边缘化了，谢幕就要杀驴了。这个德米特里耶夫啊是俄罗斯国有直接投资基金的负责人。在2016年特朗普首次当选时，他在莫斯科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秘密外交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他随后被普京任命为其对外经济关系代表，并参与了2月份在利雅得举行的美俄早期谈判。近期他在美国各个媒体非常活跃，抢了拉夫罗夫的这个风头啊。这个有很多人容易忽略这个背景啊，这种行为啊在美国不要紧啊，美国比如说这个级别低一点的抢了级别高一点的风头啊，这似乎是问题不大。但是在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前苏联这种国家，那你这就是以下犯上，你这完蛋了，不把你弄死就已经不错了。那个内斗是非常残酷的啊，在前苏联这样的国家，那是官大一级压死人了。我们再看看啊，这个我们的好朋友俄罗斯啊，又在背后干一些什么勾当。这个因油价下跌，俄罗斯福利基金出售人民币。据俄罗斯时报报道，俄罗斯政府将自2024年1月以来首次在每日基础上出售国家福利基金中的外汇。这一决定的主要原因是石油和天然气收入大幅下降。就特朗普这不搞这关税战嘛，贸易战，它这结局就导致这个石油价格下降暴降。最近啊，所以无意中啊伤到了这个俄罗斯。当然这不是故意的，不是诚心啊，这是属于隔山打牛啊，属于这个有心栽花花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呢。2024年2月至3月期间，这部分收入减少了近20%。报道称啊，在4月7日至5月12日期间，俄罗斯财政将从国家福利基金中出售价值359亿卢布的人民币和黄金，结合每天16亿卢布。据报道，乌拉尔原油价格已跌破每桶60美元。根据俄罗斯经济发展部的数据啊，3月份乌拉尔原油出口平均价格为59美元每桶，是自2023年夏季以来最低水平。自2024年1月以来，俄罗斯油价已经下跌13%，目前价格比预算中设定的基准价格就是69.7美元每桶低近11美元。此外，俄罗斯财政部还表示啊，石油产量也在下降，目前俄罗斯的日产量约为900万桶，而1年前还超过1000万桶。你说这叫戴维斯双杀，就是油价在下降，而且产油量还在下降，你说那不是更缺钱吗？结果是3月份石油和天然气预算收入同比减少17%。2024年第一季度整体下降了10%。另一个问题是卢布过于坚挺，而国家预算是按年均汇率96.5卢布兑1美元制定的。截至4月1号，俄罗斯国家福利基金总额11.75万亿卢布，但实际可动用的资金不足3.3万亿卢布，这部分是以人民币和黄金形式存在流动资产。战争期间，这一可动用额度已缩水至原来的1/3，也就是俄罗斯一没钱啊，他就抛人民币，拿人民币去换美元。俄罗斯一抛人民币，那这个市场人民币供应就大了，那人民币就贬值啊，这就是好基友干的事啊。好，这期节目啊，我们就聊到这，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